中老边界联委会对老挝北部、南卡省、乌东姆塞省、红沙里省援助物资正式起运。边界联委会呢，每年我们都会进行这个磋商和会晤，来共同解决边境地区的发展问题。那这次呢，老挝北部呢，近期呢这个疫情呢有一些反弹，形势也比较严峻。在获悉这个信息以后呢，我们决定提供一批抗疫物资。这批物资呢，我相信到了老挝北部3省呢，会帮助这3个省在防疫工作方面提供这个有力的一个支撑。